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迦，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迦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约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拱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时，我们来请神学生世谦同学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迦南土产。迦南土产。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在早上要一起来听主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主你用永远不变的慈爱来爱我们。主你更将你的话语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主，愿这个早上你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让说的和听的都在你的面前同得益处，让我们的生命有圣灵时时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今天的礼拜带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新的一天呢，让我们从上帝的恩典开始，从上帝的话语开始。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就已经赏赐给我们，而且常常是在我们的现况当中。我今年就读台湾神学院道学硕士2年级，是从我们迦南教会差派出去的。将近2年的时间，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成长。就在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一起接下一个服事，是在台湾神学院举办一个叫台神门徒营的服事。这是一个由神学院呼召许多的师生一起参加跨教会、跨宗会的服事。是有一位老师，他看见在今天的长老教会当中，我们面对到许多的危机。他看见我们要起来呼召长老教会的每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基督徒成为门徒。他看到许多的教会里面现在面临了传承的危机，教会的年长者很多，但是社青、学青、幼儿、儿童越来越少。他看见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同工都在服事，但这个礼拜、下一个礼拜、10个礼拜、1个月、1年后，好像都是这群同工在服事。他看见这一群同工，特别在社青当中，他们好像一直在教会服事，但不一定有被牧养。他更看见许多在教会当中的人，并不明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说的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意义。而且常常这句话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慕道友不晓得？他更是觉得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聚会已经很久了，委身服事已经很久的人，他们可能不明白这样的意义，这句话的意义。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教会聚会服事很久，却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意象的时候，许多的同学我们都很认同，也这样领受，因为我们想起来，我们就是那一个过去可能在教会服事很久，在聚会、在小组、在特会，或是在生活的情况中被上帝呼召的那一个人。我们看见这样的危机在长老教会出现，但是
上帝仍然在呼召我们。于是我们想说要怎么样化成一个行动。在前年的时候，台神举办了青年之夜，这是一个呼召青年来到神面前，面对他们生命的一个转向的机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又继续的举办，在台北、台中各办了一场呼召做主门徒的机会，这个聚会。然后在今年呢，我们就在台神举办了台神门徒体验营的聚会。一年又一年，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发现，哇，上帝对我的生命原来是有计划，他对我的生命是有呼召。我不仅是在教会聚会服侍，我更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教会聚会，我为什么要在教会服侍。这个领受上帝呼召的服侍，到了我们这一届呢，前景一片看好，甚至我们提早1年的时间开始筹备，直到活动的前3个礼拜，我们的报名人数只有29个人。你没有听错，这个跨教会、跨中会的服事报名人数只有29个人。这状况让我们难以明白。同样让人难以明白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想问，难道上帝有特别的心意吗？以色列人来到一个极关键的时刻，他们刚刚走过约旦河的干地，第一次踏上迦南的土地，而且遵照他们领袖约书亚的吩咐，每一个支派带着一个石头，过了那个河之后呢，就放在那里堆叠起来，立时为记。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这群以色列人们离开了旷野，进入迦南地，我们要开始得这地为业了，因为我们进入这应许之地了。我想那个场面应该是非常的鼓舞，非常的喜乐，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们要开始得这地为业，我们现在就站在这应许之地上面。或许他们也想起，过去我记得我们父亲的那一代，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旷野当中。如今我们也经历了，而且我们过的是约旦河，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神迹，我们也要一起来走这个应许的路。可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却要以色列人行割礼。我有听错吗？我们不是要开始起来征战了吗？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要在这里行割礼？我们在这里行割礼非常的危险耶，因为在这里行割礼，我还记得我们父亲那一辈的人说，这里居住的人每一个都比我们看起来高大，比我们看起来强壮。那我们在这里行割礼是不是会变得很危险？万一他们起来攻击我们怎么办？而且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没有人行过割礼呀。这是一个攸关性命的决定。约书亚会这样说，难道是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吗？是这一代的新以色列人还不知道的。以色列人最早行割礼是在创世纪17章9到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没有受割礼，原文是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以色列人最早
行割礼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用行割礼代表他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此后世世代代的人都行割礼。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状况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行过割礼。哇，那这真是最大的危险啊！因为这里有说到，行割礼是代表他们进入在与上帝立约当中，是立约的证据。这一群以色列人没有行过割礼，那表示他们还没有在这约里面咯。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上帝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没有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遵行他的话，让下一代的人受割礼就不管他们，而是他在这里提醒约书亚要让以色列人行割礼。不仅如此，在经文中他也讲到，他除去埃及对他们的羞辱，除去上一代当中对上帝的不信和悖逆，除去他们过去在旷野受到伤害，在埃及受到伤害，他要以色列人真正成为属他的子民。行割礼确定了以色列人的身份，接下来的经文更是带出了一个新的展望。以色列人在正月14日的时候，在迦南地守逾越节，他们吃当地的土产，隔天玛纳就停了。他们吃当地的土产。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引起我的好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3次讲到他们在当地吃迦南的土产。在原文更是奇妙，第10节到第12节的地方，第10节一开头就说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然后到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又指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守逾越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逾越节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救赎事件，在旧约当中，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今天他们在这里守逾越节，让他们想到过去，想到现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对比，像是过去的领袖是摩西，现在的领袖是约书亚。像是过去他们有一个出埃及的行动，如今他们有一个进迦南的行动。像是过去他们吃旷野中的玛纳，如今他们吃迦南的土产。还有一个是要在背景当中才会发现的，过去他们可能是在旷野当中过游牧的生活，如今他们却在迦南吃当地的产物。这个连结，这个现在与过去的连结，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是，进入迦南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们，他们要经历一个新的历史，而且这个新的历史是在顺服上帝的心意，在跟随上帝的心意当中来经历的。接下来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未来将要攻打耶利哥城，这个他们祖先认为不会赢得战争，因为如果我们记得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派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有10个回来的人都说那地的人每个都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像蚱蜢一样。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却看见上帝对他们有应许，却看见上帝要让他们得地为业，
看见，当他们顺服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而是依靠上帝的带领。但是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就没有挑战了吗？就比旷野好过了吗？他们进入在迦南地之后，当然有许多的挑战，像是他们的生活形态，然后从游牧要转为农业，我们在做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可能会有异教的挑战，因为在那地有许多别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也可能会受到许多的挑战，而且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跟外族的人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在旷野接受挑战，他们在迦南地仍然接受挑战。可能在这当中还要面临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软弱、那些挑战、那些不一样的价值观，他们需要在各方面来适应。但是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预备自己顺服神的心意，要往前进。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守逾越节，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代表着生命的更新、身份的转换，是指他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愿意顺服，而且纪念这个上帝救赎他们的事件，更是一个信仰群体的转向。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重新与他立约，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要照着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活出在那地的盼望。到了新约的时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像逾越节所献上的羔羊一样，他亲自成为了羔羊的祭物，被献在祭坛上，让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不用再行过去旧约行的割礼，不用再守过去以色列人所守的逾越节。因着耶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着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为他献上他自己，让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可以恢复跟他的关系，让我们这一群愿意悔改、转向、相信耶稣的人，如今能够坐在这里，一起享受上帝的恩典。不仅如此，前几个礼拜我们才经历的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我们带入一个极大的盼望当中。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而我们也被赋予了一个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看得到字吗？可以，好，那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仅救赎我们，他更呼召我们，如同在旧约他呼召摩西，他呼召约书亚，他呼召以色列人一样。他不仅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是要我们成为门徒，并且也差遣我们去成为那个呼召别人成为门徒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不明白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对真理有很多的渴慕，久了我们在教会每个礼拜
不断的聚会，我们每个礼拜守11奉献，我们每个礼拜参加小组各样的团契，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神要我们常常聚在一起。但是不只是基督徒，不只是如此而已。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他要我们成为门徒，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带着极大盼望的应许，在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一直到我们再次见到主面，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些约书亚记的旧以色列人跟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在讲的是上一个时代跟这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但其实两代人都面临同样的挑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说到旧的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讲旧的是指走在原来路上的以色列人，新的是指接受呼召差遣的以色列人。当我们愿意要跟随上帝的时候，其实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在我们举办这个台神门徒营的时候，面对只有29人报名的状态，我们常常一起聚集祷告。我们找了很多可以让人听见这个意象、听见这个呼召，一起来参与这样活动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同时陷入一个数字的迷失当中，在这个讲求数字的效率的绩效的世代当中，这29个人也成为我们的迷思跟软弱。我们在祷告中，上帝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在祷告里面悔改转向。今天如果这29个人就是上帝要呼召的全部，我们有没有办法相信他必然负责到底？我们的心更是在上帝的面前被挑战。我们的心是不是有预备好要接待这些神的儿女？是不是有预备好每一天要跟随他的脚步？成为基督徒，知道这个救恩，更是在未来当中要活出这个盼望。但我们在活出这个盼望的时候，就像我现在 PPT 上面所写的，我们常常在原来的路上跟愿意接受呼召差遣的路上挣扎。像是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面临到的，我礼拜6日要委身服事，还是我要在家里休息，还是我要出去各样的娱乐活动或是放松呢？当我领受这个呼召，我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在跟人家传讲的时候，我会被别人怎么样来看？当我每天要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说你这个礼拜有读经吗？我们每个礼拜用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经历它呢？这需要花时间的。当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如果我要去关心一个人，万一那个人会伤害我，或者是我会伤害他，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当我委身在教会的服事，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可能在带领小组，每一个礼拜带，每一个礼拜教主日学，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服事，会不会很累？还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有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跟习惯，都在原来的路上
更愿意接受呼召差遣的路上挣扎呢？我想，这是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必定会经历的挣扎。但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却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挣扎的时候，依靠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的恩典就是他仍然在，他一直都在，他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一次又一次靠着他来得胜，使我们一次又一次靠着他从失败当中败不复活。可能我们跟随上帝的道路当中，有时候会觉得软弱，有时候会觉得挫折，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好像都没有改变，那个人怎么都这样，我为他祷告，为什么都看不见果效？我们常常面临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们同样面临一样的挑战，现在的我们一样面临一样的挑战。我们每一天睁开眼，从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开始，我们其实就在面对许多选择上挣扎，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挑战。但是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们，他们靠着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后来的战士，就从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召不会减少我们实际上的挑战，但是现在的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而且更有未来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将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依靠的证据记号。他要这一块土地成为一个应许之地，他要这一块土地上的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在接下来，我想邀请大家看一个影片，是在这一次台神门徒营的宣传片，邀请大家一起来看。You've done it again, Lord. You've done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 are mighty and you are merciful. And you keep taking care of me when I don't deserve it. Praise you, Jesus. You are Lord. Give me another one, Lord. Guide me to who you want me to help. Raise up more that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Raise up those that love you and seek you and trust you.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Lord, we need a generation of believers who are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We need an army of believers, Lord, that hate to be lukewarm and will stand on your word above all else.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Raise up a generation, Lord, that will take light into this world, that will not compromise when under pressure, that will not cower, Lord, when others fall away. Raise them up, Lord, that they will proclaim that there is salvatio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Raise up warriors, Lord, who will fight on their knees, who will worship you with their whole hearts, Lord. Lord, call us to battle.